欢迎收听3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3章11到19节。在约伯记当中，我们看见了约伯经历种种的意外，甚至现在自己的生命堪忧啊。在一连串的打击当中，甚至他的妻子还要他放弃自己的信仰，干脆死算了。他的3个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看他，在那里即使有知识背景经验都无法，应该说他们不知道这时候该怎么来安慰约伯。在那不知道当中，甚至我们就在那苦难当中，不论是一生出来就遭遇到极大的苦难，或在人生道路上突如其来的苦难。苦难真的是人人都想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的真的很少。不知道的当中，人的生命能够有什么期待吗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约伯来到一种抒发他真实情感想法，可以说他在讲气话，但也可能是因为他对生命太绝望。在这里他说到终极的方式就是咒诅他自己的生命。在今天的经文短短11到19节，就一直在讲到为什么他不胎死腹中啊？为什么他要有生命呢？如果在各样的生命阶段他能够死去就好了。在这里讲到他自己的生命是这样子的没有盼望，是这样子的让人觉得无力。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他的朋友，在那样情况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，特别如果我们是先天就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样的期待？曾经因为在南非那个地方，他的肤色比较白，以及他先天就缺少了左边的前手臂，所以在从小到大常常有一个困惑，常常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觉得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值得期待的地方呢？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中，可能你的爸爸妈妈想象中可能会是告诉你说你还可以发展其他的啊，你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应该是会帮他找一些可能性嘛。但是他的爸爸却将他自己酗酒的习惯认为是因着这个孩子的缺陷，所以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缺陷的存在。而这样的人，他对他的生命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？他叫做阿努内维耶斯，他在2015年、2019年、2021年都拿下世界帕拉田径锦标赛400公尺的金牌冠军。他常常因着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这些特殊情况，感到生命很困惑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运动其实是很讲身体条件的，少了前手臂，左边的这个前手臂，其实对他在运动上常常会带来一些拉伤或是肢体的不平衡。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empower 他，让他开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竞赛，也是体能的竞赛，是因着他有一位信仰坚定，一位信仰榜样的爷爷，让他从小到大，即使是在那个至亲的看清跟怪罪当中，他因着信仰，他在18岁的时候就决定这是他一辈子的信仰。他知道他的生命是被期待的，他的生命即使在那苦难当中也有它的意义存在。所以
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赛，在比赛的前一个月，我们都知道是疫情期间，就在比赛前一个月，练了这么多年，为了那一个比赛，结果比赛前一个月罹患新冠肺炎。在那疾病当中，他仍然在他社群媒体上面就 po 说，能跑步和呼吸对我来说已是恩典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新冠肺炎的罹患期间，有许多人是喘不过气，没办法呼吸，甚至需要氧气筒，甚至需要到住院的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他表达能够跑步和呼吸就是恩典。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不能参加比赛，好衰哦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在1个月前呢，那就算好了之后该怎么办？会不会就没办法去比赛了？结果在这些事情都还没有联想到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先讲，他觉得能够跑步和呼吸已经是恩典了。但神的恩典真是让人想象不到，他还去比赛，而且就在那个比赛当中，他继续的拿到冠军金牌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但这样的恩典并不是到我能够跑步得金牌的时候才是恩典，而是能够跑步和呼吸的时候，不管有没有比赛，其实都是恩典。每一个人对人生期待真的很不同，但很确定的是，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。当我们开始有第一口呼吸，甚至在母腹中有那个心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自己创造自己，但上帝的创造就是如此的奇妙。我想今天真的苦难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的不存在可能反而是好事，因为太痛苦了。然而这样的存在仍然能够成为祝福，能够成为自己的祝福，能够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。也因着有约伯记写到约伯这样的经历，帮助许多人在那不知道为何而来的苦难当中，找到能够同行、同理，甚至共情的一个目标跟对象。看见约伯在他生命当中也经历过这个事情。我们不是不能难过，不能沮丧，而是我们在难过跟沮丧当中仍然有盼望。因为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就是你跟我是美好的创造。在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呢？对你来说，能呼吸是恩典吗？我们今天在迦南之声里面要来做一个呼吸的祷告。当我们先吸一口气，等一下吐气的时候，就要将烦恼跟重担慢慢的吐出来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我们也将祝福还有恩典慢慢的吸进来，可以吸得很深。那圣灵的气息就好像这股气一样，我们能够吐气吸气是上帝的恩典。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正在吐气，我们就将那烦恼重担交托出去，给出去，放出去，放下来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你有感受到这是新的气息，这是新的恩典，这是新的一天，新的祝福吗？感谢主，我们还有呼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我们觉得很困苦的时刻，很多时候真的会出现像约伯的心情，觉得自己干脆不要出声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经验呢？我怎么会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？我还不如从未出生过，我还不如从来没有得到平安过。我就是这样子的糟，没有人可以理解我。
然而主，你却在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，我们会有心情很不好的时候，会有意念真的是离你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但主，你的话却是将我们拥抱在你的怀中，让我们回到你的恩典里面。你说我们是你所创造的，而且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也是奇妙非凡。我们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被创造，真的是深深体会到，我们好像明白，却又不完全明白。如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，我们好像明白，但我们不完全明白。主，你透过这个时刻对我们的生命说话。你说我们是美好的创造，你说在那呼吸当中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更是透过能够呼吸，让我们知道，主，你就在那里，就在呼吸之间，就在我们叹气的时候，就在我们很需要深呼吸的时候，就在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，主啊，你都在。主，你对我们的生命期待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，让我们不再困于自己的气息，而是渴望圣灵的气息来更新翻转我们的境况。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仅卸下心里的压力，卸下生命的重担，更是要来领受主你与我们同在同行的能力，让我们在这苦难当中仍有盼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在约伯记里面有许多艰难的时刻，然而上帝并没有跳过这些艰难时刻，他在这些艰难时刻不仅记载，也与你我同在。愿上帝纪念人与人同在的祝福临到你今天的生命中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